好嗱，跟住呢隻歌咧就要多謝填詞嘅傑神啊。咁啊，傑神大家可能聽過個名啦，就係作那誰啊呢首歌嘅作曲人。咁佢嗰陣時咧就幫我填咗呢首 demo 嘅。咁呢首歌咧叫做咩名咧？光與影啊，係我諗係我唱咁多首唯一一首咧比較 dark side 嘅一首歌，所以我亦都係我第一首幫 Ricky 錄音嘅 demo 嚟嘅。咁我第一次同佢合作，我覺得好特別呢首歌。嗱，如果在座嘅作曲人咧揾親阿 Anna 唱嘅 demo 咧，賣出嘅機會咧係超過一半。冇咁講，咁啱。係啊，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唱片公司聽 Anna 把聲咧已經聽到熟到係完全。咦？呢個唔係 Anna 嚟㗎咁啊！好，咁不如我哋送呢首歌《光與影》，可能大家會聽過出版咗嘅歌㗎啦。OK，不過我哋等陣先開估啦。突然親近，讓委屈的臉龐痛心為人，用我可以送你愛心，但不幸早與你不熟良朋，門前相遇晚隻樹，難訴怨恨，一切變了，沒誰重要了，以為你足跡。想再要，等到冷笑，凍能被你拆了，為何發現預備摸下去，更佔多一秒。不聽狡辯，話多得再種到一噸鴉片，就算給我注入無數信念，百烈火焰小片，記憶與纏綿，拿着舊時代軟墊，拳腳盡全力打遍，看心中笑與點，一切變了，沒誰重要了，以為你足跡我不想再要，等到冷笑，凍能被你拆了。為何發現預備摸下去，佔多一秒？我真撒嬌，如今我的親人緊要，求你路過別再騷。這光與影吹熄了。一首好唔同 style 嘅歌嚟嘅。咁呢首歌咧，其實喺2012年出版，咁唱嘅係鐘舒漫，咁嗰首歌叫《80之後》。咁呢首歌亦都係當時攞到叱咤樂壇嘅其中有2週嘅冠軍歌嚟。咁 actually 係第一首冠軍歌，所以係特別記得嘅。咁好多謝 Anna。我都特別記得㗎呢首。呢首歌唱完之後咧，其實唱片公司話要啊，Sherman 即刻要啦咁樣。咁所以好多謝你。都唔係你好特別嘛，因為你個 melody。係啦。